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大家上界关心的，政府来普发到6000块的现金，有5种领钱的方式。其中，这个就网登记讲会当上紧来领到钱，政府的官网就为明仔早起的8点开放互登记。毋过要安怎领上会好咧？讲若是到超商的自动提款机器领6000，会先互你一张白色的收据。虽然讲等入数都要等14天，毋过凭着这张收据买咖啡、买一送一。政府发放的6000元，22号就要开始登记了。但到底怎么领最划算，怎么领最快入账？带您一起来看。像是如果在 7-Eleven 的指定门市 ATM 领取这6000块的话，还可以凭这个单据享有咖啡等品项买1送1优惠。那 7-Eleven 全家和 OK 便利商店，赶快针对政府发6000块，选择超商内的民众，都送咖啡买1杯送1杯的礼券。ATM 或是线上登记吧，因为我平常都有喝咖啡，一天大概2杯吧。不过领的方式无同，摕到钱的速度嘛无同款。亲像用线顶直接登记入数的，会当伫总统公布生效的5天后小刷入数 ；ATM 会较慢一刷，生效过14天地当开始领。邮局临柜领现金是伫总统公布生效的第21天地当开始领，民众的反应嘛无同款。我会线上申请，就是直接入账，因为我很懒惰。为政府机关告业者拢准备好势，领6000块时间点愈来愈晚，互民众拢真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